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今年上尾一届的台北国际旅展，今仔日伫个南港展览馆盛大来展开。这个单位是超过7300单，尤其是泰国，进前才宣布讲，11月初10开始，台湾人到泰国免签证，讲安尼至少会当省1200块，所以有真侪人问要去泰国。 到泰国欣赏自然美景、甲泉水，即摆会当更较省。泰国政府宣布，为11月初10开始，台湾入境泰国免签证，上无会当省1200块到1700块，好真侪民众真有兴趣。有在考虑，台湾可以多有这种，别国可以有这种免签的这种待遇。泰国观光局的单位，拢是泰国独有的澎湃甲草药啊，欢迎台湾旅客到泰国游览。泰国的圣诞节、泰国的跨年是在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及天气下呢，去可以安排我们所有的旅程的。喜欢去跟人家吃喝玩乐，那泰式的一个美食其实蛮受台湾消费者的一个喜爱。那如果说有些人想要玩水的话，可能会前往帕塔亚、普吉岛、清迈等等一个项目。那旅行社被抢人客，航空公司和饭店业者嘛有专属的优惠。台湾航空山顶的旅游展览全面拍折，大厅无加税899，华信航空用手机能体来买票，都会当省666，国泰航空上悬可以当现省3000块。大美部分，福阳饭店联合大美馆买10张送1张，优惠价29000，平均一张只要2600块。连锁参观配顶级的食材，一个人唔免1000。新邦希尼顿有带一枚加一份早起，并这个大美馆5000块有走。行政客房大美馆并这大房拍3折。老爷酒店是继续推联合大美馆，全台湾10间饭店拢会当使用，一张3200。国旅市场还是会非常的畅旺，所以我们持续在盖，明年还会有新的饭店开出来啊。看来这波游览的热潮，短期内也可以继续撑落去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